牛津字典在2019年將 Climate Emergency 列為年度詞，即氣候緊急狀態，反映出社會大眾對於氣候變遷的關注程度正在上升，更加反映出氣候危機正在全球發生。大家可能冇乜點聽過氣候變遷同氣候危機呢兩個字，其實呢兩個字係由全球暖化所變化出來嘅。全球暖化呢個字眼喺近年來逐漸被氣候變遷或氣候危機取代。咁係因為呢個轉變令呢個詞彙變得更全面。呢個詞彙不單代表氣溫上升嘅影響，仲包括降雨模式嘅變化、極端天氣事件等多方面嘅影響，亦強調了當前氣候變化所帶來嘅緊急性和立即行動嘅必要性。從上邊兩件事可以見到，氣候變遷是近年來人類社會要面對的最大問題。講咗咁多，其實氣候變遷對環境同社會有咩影響呢？氣候變遷會增加極端天氣事件頻率，例如颱風、洪水、乾旱。呢啲事件會造成嚴重嘅財產損失和人員傷亡。全球暖化令冰川和極地冰蓋融化，導致海平面上升，會威脅到沿海城市和生態系統。譬如威尼斯和馬爾代夫等沿海城市預料在30年內淹沒。除此之外，冰蓋嘅融化還會影響到北極熊的生存空間。氣候變遷會破壞生物嘅棲息地，導致許多物種面臨滅絕的風險，特別是在熱帶地區和在十分脆弱的生態系統中。據聯合國報告，地球約100萬種動植物正在面臨瀕危困境。上面就講咗氣候變遷對環境和生物的影響，接下來就講講氣候變遷對人類的影響。氣候變遷會令到貧富懸殊問題加深。氣候變遷對低發展中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影響較大，許多貧困地區依賴農業和漁業。極端天氣對呢兩個產業影響十分巨大。除此之外，極端天氣也會破壞大量基礎設施，修復和重建的成本十分巨大，令到貧富懸殊問題加劇。氣候變遷還會引發全球嘅糧食危機。氣候變遷會影響到農作物嘅生長季節同產量，會導致食物的短缺同價格嘅上漲。更嚴重可能會引發抗議和社會動盪，加劇社會緊張，令到社會變得更不穩定。喺氣候危機當中，香港也不能獨善其身。咁要點樣解決或緩解呢個危機呢？咁就要知道全球暖化是什麼造成的。全球暖化最主要係由下邊幾個因素造成的：溫室氣體排放、森林砍伐、工業活動、農業同城市化。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溫室氣體排放。咁香港如何緩解這個問題呢？就要達到碳中和，減少溫室氣體排放。香港係國際金融中心同商業中心，市民嘅日常活動大部分都喺高樓大廈中進行，使用冷氣、電梯、電燈等各種電器，會消耗大量能源。建築物佔全港用電量約90%，逾50%的碳排放來自建築物耗能相關的電力生產。由此可見，節能綠建喺香港達到碳中和這目標是十分重要的。咁香港好多建築已經起咗出嚟，則既有建築，仲講咩節能綠建啊？咁點樣減少佢哋啲碳排放呢？樓齡超過27年嘅煤氣總部，5年前都攞到最高級認證，今年要續期，煤氣公司決定幫大廈再升級。呢度引入咗能源管理系統，將辦公室分區，員工可以係透過自己嘅電腦登入系統，撳幾個掣咧，將部分嘅燈都熄咗嚟啦。咁如果你係一個新嘅 building，咁可能我喺設計嘅初期已經可以將啲線，即係啲 control 啊或者啲 sensor 已經設計好、佈置好噶嘛。對於一座 existing building 嚟講係會難啲嘅。煤氣公司總部呢個例子，透過引入能源控制系統，能更有效率的使用電力和減少不必要的耗電，完美解決了上述問題。
香港政府近年內都有大力推動關於綠色建築的相關政策。喺立法會22題促進既有建築達至碳中和中指出，香港政府會資助各類樓宇進行節能改善工程，當中包括更新空調及照明系統、重新校驗項目及安裝智能設備等。截至2021年年底，兩間電力公司共接獲近1900宗申請，當中80%即超過1500宗已獲批准，資助逾2500棟既有樓宇進行節能改善工程。相信不要多久，香港就能達到碳中和的目標，成就更美麗的香港。除咗上述呢啲嘢，大家喺日常生活中都可以做到減碳，例如離開房間嘅時候熄晒啲電器，使用節能燈泡降低電量消耗，多啲搭交通工具，減少食物浪費同埋購買可持續產品。最重要的是提高環保意識，了解氣候變遷所帶來的問題，並且與家人朋友分享減碳的意義。透過這些雞毛蒜皮嘅小事，我哋每個人喺生活中都能實現減碳，為改善環境應對氣候變化貢獻一份力量。每一小步嘅改變都會累積成更大嘅影響，一齊努力令地球變得更美好。咁今日條片就係咁多，大家睇完條片記得幫我哋喺下方資訊欄度填寫 Google Form，俾返我哋知道我哋俾咗啲咩知識俾你。多謝大家觀看。